我哋成日都諗點樣可以用我哋設計嘅專長，可以幫多啲社會唔同嘅人呢？其實將我哋呢啲 professional skills 用喺啲有需要嘅人身上呢，係特別有意義嘅，同埋都可以 maximize 到設計嘅價值咯。華人農地植根香港40餘年，始終堅持香港所需、農地所能，持續以義工精神為指引，協助香港打造專業、包容、熱情的城市名片，也盡我們的一份綿薄之力。公司以我們經營幸福嘅企業使命，鼓勵員工同埋持份者關愛社會，並且係將服務社會融入企業文化。公司更加創立咗4+X 嘅義工服務體系，包括係老有所依、壯有所用、少有所懷、居有所執同埋創新空間，為唔同嘅對象提供針對性嘅義工服務。太古地產愛心大使服務社區25年，我哋一直以關懷社區為核心價值，凝聚員工、家人同埋租戶一齊推動義工文化。同時，我哋同眾多嘅社區夥伴長期合作，洞察社會需要，策劃創新嘅活動，回應唔同群體嘅需求，實踐企業嘅長遠承諾。我哋嘅義務工作嘅理念咧，就係利用公司本身自有嘅資源同埋同事嘅專長，去為有需要嘅人士提供服務。煤氣公司將秉持服務社群嘅理念，提供更加多元並且貼合社區實際需要嘅義工服務，築構更加溫馨、更具凝聚力嘅社區。周大福創建愛心聯盟成立至今已經有24年，致力鼓勵同事、佢哋嘅親友以及離職嘅同事積極參與義工服務，回饋社會。我哋同慈善機構緊密合作，因應社會需要，共同推行具針對性嘅計劃同埋活動，期望為社會、受惠者同埋義工本身帶嚟深化嘅影響同埋價值。置地公司一直都致力培養同埋提升優良嘅企業義工文化，鼓勵員工參與各種嘅義工服務，一齊建設更加有活力、和諧同埋共融嘅社區。我哋亦都非常重視義工嘅一個正面嘅服務經驗，希望各位義工能夠將正面嘅故事帶俾其他嘅義工，推動其他嘅同事一同參與。我哋一直都相信企業唔單止係營運者，仲可以為社區出一分力。我哋鼓勵員工連同親友一齊參與，透過制度化嘅推動、跨部門嘅參與，令到義工文化成為企業嘅日常，將關愛延伸到去社區每一個角落。香港賽馬會作為一個慈善機構咧，我哋十分支持咧同事咧盡一分力咧係支持義工嘅服務嘅。透過義工服務咧，佢哋唔單止可以提升自己嘅技能咧，亦都可以透過義工嘅服務咧協助弱勢社群，為我哋馬會建設更美好社會宗旨出一分力。我哋恒基兆業地產嘅義工隊咧，佢哋嘅理念咧係希望以行動溫暖人心啦，持續回饋社會。咁為不同年紀啦同埋背景嘅人士咧，可以提供到一個好舒適嘅社區生活。